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一字記之日心，我係陸天心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咖啡。咖啡有分中焙、淺焙、深焙。好多時我哋以為選擇係因為口味，中意酸啲，中意苦啲。但係其實有冇諗過係身體同你講緊嘢，話俾你聽，你而家需要啲咩物質呢？我哋嘅身體都會想健康。當你成日好想飲淺焙，可能係身體正喺度暗示你，我今日受到好多外在嘅壓力、紫外線同埋糖分嘅攻擊啊！快啲幫手擋住佢啦！呢度提到嘅兩大衰老元兇就係氧化同埋糖化啦。氧化就好似生鏽咁，經過紫外線、捱夜同埋壓力，我哋嘅身體就會產生自由基。佢哋就好似四處搶嘢嘅不良分子，強行搶走你嘅健康細胞、血管，甚至係皮膚膠原蛋白嘅電子，搞到你嘅皮膚結構崩潰、水分流失，就會出斑、暗沉。而糖化就好似煎窿食物咁，食得太多糖，血液入邊嘅糖分就會黐住你嘅膠原蛋白，令到佢哋變硬、變黃、斷裂，變成永久性嘅糖化產物。搞到皮膚鬆弛、出皺紋。氧化同糖化真係聽到都驚啊！不過原來淺焙咖啡入邊嘅綠原酸可以一次過對付晒佢哋。對付氧化，面對住搶走健康細胞電子嘅自由基，佢會以身試虎，主動攬住啲自由基。對付糖化，綠原酸又會搶先同糖分結合，阻斷糖化反應。綠原酸同埋其他多酚落到腸胃度，仲會餵飽好菌，好菌開完工就會釋放出短鏈脂肪酸，透過血液同埋迷走神經直達大腦，令到腦部神經都可以後生啲，思維清晰啲。呢個亦都係好多創作人一飲咖啡就靈感到嘅原因。如果話中意淺焙係身體想擋住老化嘅攻勢，咁中意深焙嘅你，身體需要嘅可能就係一場全面嘅抗衰老、青春復修工程。經過高溫深焙之後，咖啡豆入邊嘅綠原酸幾乎冇晒，但係喺烘焙嘅過程又會孕育出另外一對青春孖寶 NMP 同埋類黑素。講到全面嘅青春工程，我哋一定要提強大嘅抗氧化防禦機制 NRF2。你可以想象 NRF2 係一條鎖匙，一入到細胞就可以叫細胞製造抗氧化嘅物質，包括 GSH 同埋解毒酶等等。身體就可以清除自由基同埋修復損傷啦。一般呢個 NRF2 呢係唔喐㗎，但係深焙咖啡入邊嘅 NMP 就可以叫喐呢個大帝，開返個掣。深焙咖啡入邊仲有個排毒之星，就係類黑素。佢最大嘅神奇作用就係螯合作用，即係會喺你條腸入邊吸走重金屬離子，變成你啲屎嘅一部分，俾你排出體外，直入馬桶，一去無蹤。咁講到淺焙同深焙都各有好處，咁究竟淺焙好啲啊，定係深焙好啲呢？世事無絕對，都係睇你身體邊一樣需要啲。針對翻皮膚嘅青春，更加有彈性，可以考慮淺焙。如果身體想排毒，整體更年輕，可以考慮深焙。又或者，其實根本就唔使做選擇呢。如果你屋企同時有淺焙同深焙嘅豆，可以自己溝一個黃金比例，例如係1:1、2:1咁，咁樣咪可以兩者兼得咯。不過講咗咁多咖啡嘅妙用，樂天心喺最後一定要提翻大家，最重要嘅健康管理同埋青春抗衰老嘅良藥，絕對唔係任何食品或者飲品，而係睡眠，深層睡眠。因為當我哋進入咗深層睡眠嘅時候，身體會啟動一個奇妙嘅機制，類淋巴系統。當我哋瞓到好冧嘅時候，令到腦髓液就好似車房嘅高壓水槍咁樣，瘋狂沖洗我哋嘅大腦，將我哋清醒嘅時候產生嘅代謝廢物、自由基，甚至同腦退化息息相關嘅類澱粉蛋白質斑塊都會徹底沖走。所以話瞓覺先係最重要。如果飲咖啡係令到你瞓唔着嘅話，咁唔好意思啦，要再揾另一個啟動青春因子嘅輔助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鍾意我哋啲資訊嘅朋友呢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